希望会当愈来愈顺利，不哩个头一天就有一寡问题出来，像讲昆林西里一个姓尤的富人人，伊摕3张健保卡，对咧排队要买喙安，落尾才看甲讲，昨是拜四，3张健保卡拢是加号袂当买。另外表列嘛有特约的药局无收到中央分配喙安，另外佫有一间药局，互民众检举讲卖5日的喙安卖35块，贵三酸，同款是有一堆人小钱要来买，怀疑讲药局想要趁这个机会大抽，业者落尾。解释讲，是因为唔甘民众排队，搁再买无，才会甲真正的库存提出来卖。今天是第一天，看到每次下午2点。翠暗是命坐头一天，婚林西里这间药局，一日开门，场面就乱吵吵。到底是咧摆翠暗的，还是咧摆领药仔的？民众三无涨，像这个大姊，就摆足久的，尾也煞含一块翠暗都无买到。拢等候3个，拢等候。所以等明天再来买。原来这个大姊摕3张健保卡去，唔知影一届敢会当替一个人买，摆到尾啊，才发现，昨是拜四3张健保卡买数拢是卡数，有排等于是无排，互伊足无奈的。啊，共款真无奈的，佫有苗栗的这间药局。业者一日开门，就甲广告打出来，讲政府的喙安也未送到本药局，无法度卖喙安，真侪民众拢白走一抓。今天已经发完，每天发完就110份。酒精也卖完了呢。另外一间药局开门无到1点钟，100袋喙安就拢卖完，含酒精嘛无剩，结果就互民众铺文逼讲，业者卖喙安一袋卖35块，一堆人抢咧要买，这间药局想要借疫情来赚钱。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排非常久，那我就去库存再找一些出来，那让这些就是后面没有排到的人，我想要让他们直接用贩售的一些现场贩售的，一包是5片35元。业者解说讲是唔甘民众排队白走一抓，才会甲因的库存提出来卖，结果各行质疑囤货，明明丢货煞不爱卖。邮局他带着那个政府发的那个口罩来，这个是隔天要用的，很多民众看到以为我们故意不给他，这是明天的扣打。新名这实行的头一天，问题一堆，药局一点一点甲写出来，民众的健保卡双数卡数排队的日子啥无，嘛有人唔知影药局的喙安是有限量的，佫有人叫是喙安是免钱的，敢若会当讲民众要抢喙安，政府的政策嘛要了解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